加州州立公園管理局管轄全州340幾英里海岸線。當局近日呼籲遊客唔好收集州海灘上發現嘅海玻璃、瑪瑙或其他岩石，以保護脆弱嘅海岸生態系統。儘管加州有住豐富嘅岩石收集歷史，允許海灘遊客每日收集有限數量岩石或者礦物，但當局仍然鼓勵公眾無痕遊覽。根據官網規定，除淘金盤之外，禁止使用工具採集岩石。每人每日採集嘅礦物材料不得超過15磅，所獲岩石或者礦物不得出售或者用於商業盈利，且歷史遺跡同埋考古標本嚴禁採集。儘管堪布縣嘅 Agate Beach 等嘅海灘仍然開放採集岩石，但 Mendocino 縣嘅 Glass Beach 等受保護區域則嚴格禁止。州立公園管理局發言人強調，呢啲自然景觀係生態系統嘅組成部分，並建議民眾只係帶走相同埋回憶。加州州立公園管理局管轄全州280個公園、5200英里步道、15000個露營地，以及超過11000個已知嘅史前同歷史考古遺址，每年接待遊客逾6800萬人次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